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您好，我是乐乐。后热甲爸爸妈妈去海边佚佗的时，我观察岸边有足侪无同的船，有的船看起来足大，有的看起来足细，但是拢会使浮伫水面，袂沉落去。我哟，这应该甲科学有关系，所以问气膜堂老师甲阿姊，因讲今仔日就教我做一只家己的小帆船，无的确都会找到答案。咱赶紧做伙来动手算科学。爱准备的材料有：七头卵、鸡龟仔滚啊，做油黏土、泡米片、树奶酥啊、夹刀、黏布、钻空机、花饰、水槽啊。小朋友，这集的实验会用到夹刀，大家使用的时阵爱细腻哦。准备好，咱就开始咯。把七头卵拍开，用黏布把下底的孔搭起来，避免水流入船内。取一碗油黏土，疏放完了后，底附边黏伫七头卵壳内面的底部，加差不多1/3长的鸡龟仔滚啊，插入鸡龟仔槽后，把鸡龟仔槽细细的黏伫黏土顶。放伫水上试看卖，检查看敢会冰船。若冰船要安怎？若船真够冰，会使搁增加一寡黏土来保持稳定。配合船管的长度，加寡适合寸尺的泡米纸，而且加做介意的风帆造型。用钻空机伫帆的顶下2个中央钻空。好啊，我会拿小船帆做好啊。把鸡龟仔滚啊装入风帆的2个空，最后用树奶酥啊填鸡龟仔滚啊，防止风帆落去，小帆船就完成咯。准备一个大水盆，会当把小帆船放入去水中。用开信的风，让伊向前。向前啊，向前啊，真正袂沉落去。阿姊，为什么船会当浮伫水上咧？什么物件会使浮伫水上？乐乐问了真好哦。咱试看卖，甲物件放伫水中，就会发现有寡物件会浮伫水面上，有寡会沉落去水底。甲浮伫水面顶的物件试试咧。你会感受有一寡力量在甲你撒，手一个放开以后，物件会马上浮起来。这是因为物体伫水中会受到浮力的作用，将伊撒起来水面上。无论物体是浮也是沉，拢有受到浮力的作用哦。有的物件会沉落去，有的袂。那安尼会沉落去的物件，就袂当摕来做船。迄无一定哦。譬如讲油黏土，你会当甲伊捏做碗的形，就会当浮伫水面上咯。足神奇的，变一个形就浮起来了。有一只通浮伫水面上的船，煞了就是要互伊振动起来。今仔日甲大家做的小帆船，动力来源是风。当风吹伫帆布，就会当带动船只向前。风帆面积愈大，互风推动的力量嘛愈大。若船底重量过轻，就真够浸水冰船。安尼是要安怎改善这只小船啊咧？咱会使伫船的底部增加一寡重量，或者是调整风帆的大小、形状，互船更较稳定。你嘛会使制作无同造型的风帆，或者是用其他材料代替七头卵壳做船身。我要试看用2片风帆，嘿嘿。嘛成功了！我要叫这只船啊，乐好。日常生活中的船拢是用金属做船身，煞袂沉落去。小朋友，你嘛会使观察看卖船身，这嘛是正重的船会当浮起来的原因之一咯。若准你有观察其他真特别的船，嘛欢迎你翕相落来，
寄到乐乐批箱甲我分享哦。咱后回阁继续佚佗，再会！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10集，你就通看到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